壇城係源於古印度嘅佛教密宗，佢係指一切聖賢、一切功德嘅聚集之處，亦都係佛菩薩居住嘅宮殿。一般佢係修法嘅道場上用彩砂或者用繪製嘅方法去做，亦都有用金屬或者木質做成一個圓形或者方形嘅基底，層層相扣堆砌而成。佢係密宗佛教修煉觀想嘅對象。呢一幅壇城嘅中間，佢嘅本尊係文殊菩薩，又稱文殊師利菩薩，喺我哋中國佛教嘅四大菩薩之一。佢係釋迦牟尼佛右邊嘅侍者，亦都代表智慧，因為才德超群，佢居於菩薩之首，所以亦都稱為法王子。喺我哋呢張唐卡嘅中間第二層起，係用圓形嘅金剛圖案、水圖案、蓮花圖案裝飾，表示大海、風場、火場同埋金剛場、蓮花場、護城河等等。內圈正方形，圖案表示城牆、屋檐層層深入，最後到達主尊嘅殿堂。壇城嘅構圖非常之緊湊，圖案繁複多變，抽象同埋具象嘅手法並用，裝飾性非常之強，具有非常美麗嘅形式感。不同形狀嘅曼陀羅，亦即係不同形狀嘅壇城，代表住不同嘅含義。佢係佛教修持嘅能量中心，亦都代表住佛教嘅世界觀同埋宇宙嘅模型。文殊菩薩會經常出現喺佛經裏邊，佢作為佛陀嘅學生，會經常向佛陀提出好多唔同嘅問題。呢啲問題都被記錄喺唔同嘅佛經裏邊。喺密乘中，每一尊曼陀羅嘅壇城都係該曼陀羅本尊嘅道場，亦都係指佢本尊修持嘅儀軌。所以每一張嘅曼陀羅都必須做到萬丈深列，圓融有序。